疯狂呢？好，一猜就是，又是这么的疯狂。好，是迪玛西亚在长沙机场，不出意外应该是录制芒果台的节目，应该是歌手。好，这也是之前中午拍摄到的啊，迪玛希到达长沙的一个画面。那其实我们之前有拍摄过很多次迪玛希在机场的镜头，上一次是在北京，粉丝非常多，是后援会组织的，然后一度造成现场混乱。那这次在长沙应该不是后援会组织的，但是依旧有很多粉丝蜂拥而至尖叫声很多，然后都很疯狂一直在拍照摸他、摸头发、摸身体可能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疯狂，但我觉得你们还是要保护你们偶像的一些，对不对？你们第一个要确保他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，不要耽误他的时间；第二个让他能够好好休息，要做理智的粉丝；第三个不要打扰机场的公共秩序；第四个要给他让一条路出来，他还要赶着去录制节目呢，真的是太疯狂了。好，现在看到是粉丝堵得水泄不通，迪玛希是寸步难行。我觉得真的是，现在迪玛希的脸上有一点点尴尬，然后保持着微笑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内心 OS 说：“好气哦，路都走不了了。”好，看到慢慢的开始走开了，依旧是有比较理智的粉丝在前面为迪玛希开路，后面粉丝是一个姿势，手机拿起来。我建议粉丝下回你们那个手机壳可以买个带绳子的，然后呢把手机挂在脖子上，以免一个不小心手机就被偷走或者被挤掉地下了。看娱乐点卓小伟。